百年有五代，为太祖算起，阿祖、阿公、阿爸，过来是我。北港国小的百年历史，有4个人行过来，互咱这第5代小朋友今仔日来见证。校园内底老树丛，过时落漆的旧教室，已经俨身做记忆的影像，甲每一届学生写信的身影，灯塔做北港丰富的文化历史。恁是幸运这代的囡仔，4代亲人小年华的香火，才会当今仔日参加盛会。伫新款的校园建筑日，庆典时阵欢喜祝贺笑嗨嗨。我是廖宗林老师，伫学校20冬的岁月，见证来来去去的小朋友，煞无法度亲身参加这摆盛会。毋过，我袂输看到恁大家1、2年啊笑闷闷咧看我，3、4年啊想着台语的罗马拼音，5、6年啊大声念台语的4句联。我甲恁的父母话连做伙，就亲像恁是北港国小甲百年的历史连斗阵。恁伫校庆现场快乐唱歌，互北港国小历史的锁链袂断站。祝贺北港校庆100年，我用影像出声行礼。毋管此后人伫倒位，我拢会到位袂欠息。哪亲像遐个历届来去无碍的校长、老师甲校友，永远陪伴咱成长勇壮大汉，荣耀咱北港国小光明的门楣。